欢迎来，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中秋主日，照咱的教会节期是真严肃、真重要的一个主日。对今仔日开始是纪念耶稣来入耶路撒冷，在正百姓用欢喜夜中秋期的欢迎耶稣。这个欢乐也是讲，迄个闹热是只是一个暂时的啦，定过这个礼拜日了后，就是耶稣开始准备要行入各各他的道路。咱真欢喜，今仔日咱有的是对外地出外倒转来连续假日，也有的兄弟是出外去嘛有真多兄弟呢。咱伫网络，咱即马对顶礼拜开始，咱有增加这设备。希望这个转播会通更较安尼效果品质较好，所以咱有由咱来甲这个网络的这个兄弟来甲因请安一下好无吼？咱做伙坐声，大家听较有啦吼。讲兄弟姊妹真欢喜，愿主赐福你好无？咱甲咱的网络的朋友兄弟来请安一下，来兄弟姊妹真欢喜，愿主赐福你。感谢主，咱要分享做话进前，衷心来祈祷。主啊，这款上帝，感谢你，互阮有这个福分，伫这个教会的所在，伫遮来聚会敬拜。阮知影，伫逐个时阵、逐个所在，阮若是两三个人同心聚集，你就伫阮中间。这是上帝你的应允，总是伫圣殿的内面，阮搁较要专心一意来敬拜你。愿你的话真多，阮的气力以及阮生命的养分，和阮所行的路，拢有上帝你的恩典甲祝福。伫你的面前，愿要将你的话来三个学习。愿你带领阮下面的时间，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有咧讲到这个中秋主日，咱伫教会的周报，咱有准备一份这个黄色的这个纸，这是咱对公报内面该贴起来，内面呢就是咧讲起着咱过来这礼拜，希望通过耶稣每一日的所行，来做灵修，也希望讲咱过来这礼拜，你因为咱拄好疫情的关系，袂当四过走若较侪时间伫厝呢，若有机会，除你正常的灵修生活以外，阁有这份资料，加做你的参考这个参考呢，会当逐日，咱有一段经文，咱有一段这个灵修以及静默的时刻的话语，咱有一个默想甲祈祷这过来这6日呢，是大概安尼安排啦就是讲这个纪念主耶稣的受难周呢，今仔日4月初5，也是咱教会历内面的礼拜日就是受难主日。中秋主日，明仔载是拜一，是叫做训会日这内面拢有经节咧讲起耶稣安怎甲遮个门徒以及遮个会众讲话就对啦4月初7拜二是变黑日，就是甲遮个法利赛人甲遮个圣殿遮个人士就对啦犹太教遮个人做伙伫迄个所在咧辩论信仰。咱会当有相关的经文，你会当经着马太是路加遐个经文伫后壁段的经文，咱会当做伙来参考来读，来了解耶稣最后一礼拜的行程综合起来读，嘛会当用约翰福音来做伙配合来读。那4月初8拜3就是退休日，表示讲即日呢，改成就伫迄个经文内底无写着耶稣去倒位啦所以叫做退稳的日就对。到伫初9拜4，就是咱传统的叫做圣餐日，也是耶稣甲学生洗脚的日这是咱传统的节期。过来就是咱所注重的这个受难日。今年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咱受难日暗时的祈祷会，也请咱家己伫家庭家己灵修，也是少小组家己小组来祈祷，嘛是足好咱知影伫迄受难日下晡耶稣受定是给死就由遐门徒来甲安排即个俘虏安排来
安葬。啊，所以拜六啊，等于就是耶稣伫坟墓的日，吼。啊，到伫后礼拜日透早，伫纪念耶稣的过活，吼，啊，这是整个受难周的过程啦，吼。啊，咱会当通过逐年来服侍这段经节，吼。啊，有几种的物件，啊，咱读一个，我想会对你有真帮助。啊嘛，你若少年人会当对网络，嘛，足侪丰富的资料。讲你啊，写讲耶稣受难周，哦，内底资料真侪，嘛，甲你列出经文，即日是要读倒伊的经文，安尼会当来做灵修。我相信对你即个对耶稣的人物了解会真清楚才对，吼。啊，他今仔日的受难周，咱要学习这段话啦，吼，就是讲即个。受难周，咱是要思考救主是安怎要行这条受苦的路。啊，咱透过拄则读的两段经文，就是以赛亚书，啊，搁参这个啊，就是约翰福音，在纪念吼一个术语叫做受苦的罗卜。受苦的罗卜，伊对咱人类的得救有甚物款的这款的意义？啊，咱通过伫这疫情内底，搁来思考，会搁较。有深深的感觉才对，吼。啊，他伫这段以赛亚书内底有记载着这经节内面，我甲伊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节录，吼。伊这段经文内底咧讲起着耶稣基督的使命。咱知影这个以赛亚书是指耶稣出世以前的经文呢，但是伊拢咧讲起着这个受苦。主耶稣基督伊要做的事，啊，所以下面这个字是属中文写的吼，啊，咱配合台语就对了吼。伊这个基督的使命是讲，伊承担咱的忧患，啊，是咱台语是讲担当咱的忧闷就对啦。伊负担了咱的苦痛，啊，表示讲耶稣基督伊行上这条国苦他的道路。伊的目的就是伊担当咱的忧闷，背咱的苦痛，啊，然后才看见讲耶稣基督伊受苦的目的，到底是安怎要受苦？伊是为着咱的罪恶被刺伤啦，为着咱的过犯来受怕啦。因为伊受责罚，咱才通得到医好；因为伊受鞭挞，咱通得到医治。啊，这经文伫台语，咱咧读较熟。伊啊讲，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为着咱的罪过受害，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鞭挞，咱得到医好。但是，为耶稣毋是无缘无故吼，啊讲要食苦，好亲像讲一个人喺雕工吼，要困着家己，拍家己，要害家己。是耶稣伊承担着咱世间人的罪，所以伊拢是为着咱，吼！你看这段经文讲，为着咱的罪恶，为着咱的过犯，啊，伊受责罚，咱要得到这个医治，啊，咱要因为伊受鞭挞，咱得到医好。伊拢是欢喜牺牲为着咱，啊，这是耶稣基督，伊互咱啊敬畏。的原因啦，吼！咱也知影是安怎耶稣要安尼做，耶稣是安怎好比苦，就安尼做，就对天顶降临伫地面上。现在伊就爱最后行入国家他的道路，伊毋是四个宣传福音吗？啊，讲天国的福音安怎？是啊，最后就要行这条路咧。因为圣经内面甲咱讲，这段经文内底有表达出什么人类的处境，因为咱是迷路的羊啦。因为咱都无要行主的路啊！啊，耶稣吼，伫迄个旷野喊话，啊，逐个人听罔听啊？耳孔听咧无咧注意啊！啊，所以讲咱亲像迷失的羊，家己行家己的路啦，家己的路。但是呢，咱一切过犯，上帝伊拢替咱担当，上主。意思是，好亲像一个士大人看囡仔，啊，都毋受教，听袂落。讲话唔听，叫你往东，你偏偏要往西；叫你唔通去，你偏偏要去。啊，讲这有危险，啊，你颠都唔惊，啊，到尾几乎替你来受苦，啊，无要安怎？替你来担当啊！
啊，咱人类的处境就是讲，咱家己都亲像一架失事的列车，安尼一直走，一直走，走袂行，走袂去啊。耶稣只好跳落来动啊。所以，伊是为着咱来承担这过犯，因为咱拢是迷失的羊，啊，这是人类的处境。但是，咱的主受苦，毋是讲啊，好像咱所讲的英雄安尼，甲一个拢甲你消除去，伊是担当咱的过犯呢。担当咱的过犯，所以咱的主耶稣受苦的态度是啥物？伊受迫害、受虐待，但是伊一句话拢无讲，一言不发。伊亲像要受害的羊啊，被剪毛的羊啊，拢无出声。大个圣经啊，咱读了较顺啦吼。伊讲，伊受压迫，拄着艰苦，夭久无开喙。伊亲像羊啊，牵到受害的地，佮亲像羊伫剪毛的人的面前无出声，伊也安尼无开喙。这是咱主耶稣伊的态度。兄弟姊妹，咱看见这经文一句一句咧，甲咱讲起，伊是安怎要行往各各他一条道路，毋是甲伊当作是一个例行公事，也是伊感觉讲伊是一个救世英雄。是伊知影人类若无通过伊这款的受苦，人就无法度人受挽回。第二段经文咧记载着约翰福音，咧记载着好牧者的使命啦。约翰福音10章11节到18节，中间因咱经文甲节省起来，所以只甲读11节到16节18节。这段经文咧讲什么呢？讲主耶稣是好牧者。好牧者上重要、上极致啦吼，都是为羊放杀性命。所以圣经讲，我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为着羊来放杀性命。啊，咱知影雇羊啊，我饲100只羊啊，那一只羊啊去失落，也是去无去，啊，就当作损失就好啊，减碳安尼尔嘛。但是呢，好牧者毋若是做到遮，伊是去找羊倒转来，甚至家己跋倒。去山坎的中间受伤，到最后甚至愿意为羊来丧失性命，这是主耶稣牺牲的极致。啊，无过有这比这啊，搁较悬啊！啊，所以圣经耶稣嘛安尼讲，为朋友放杀性命，疼无比这个搁较大。第二段，主的疼是普及世间人，毋是只干那受竞选的犹太人那疼。所以，伊这段经文第16节的所在啊，咱是看这经文，这是中文的版的吼。我来读这个第16节，伊讲：我也有其他的羊无属这个羊条，我嘛一定就带因来，因为听我的声，嘛会成做一群归属一个牧者。意思是，伫伊咧宣告的中间，伊毋是只敢将犹太人当作是伊要拯救的对象，伊讲我。还佫有其他的羊无伫即个羊条内底，我爱甲因带来，啊，表示伊包括外邦人，即个还无认捌主的人，拢是伊所听的羊啊。讲因会听我的声，会成做一群归属伫一个牧者。啊，他佫是安尼，伊安尼做，是因为伊愿意为着因牺牲。咱的主耶稣的牺牲有带来救赎，啊，所以17节讲。白疼我，因为我放杀家己的性命，搁通得到性命。咱知影，为了人牺牲，这人失去就失去啊！吼，这个会当讲啊，足毋甘，足该笑脸，挽回袂转来。有可能，咱有人为着别人啊，亲像咱台湾上容易发生就是热天啦。足侪人啊，热到要死，爱去耍水，耍到欢喜甲无细字讲，伫迄个溪内底有迄漩涡，也是有迄个窟一个坎落落去啊！哇，徛袂这样，啊，就流去啊！迄阵边仔的人，可能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的同学，就跳落去甲你救啊！定定发生咧，暑假拢会提醒讲，大家毋通安尼酷爱耍水，迄拢足危险。但是常常发生，啊发生了，往往拢是安怎呢？迄个失落的人互救起来，
要讲救的人煞死倒去。所以咱看起定来迄种毋甘的事，拢伫遐咧发生啦。迄毋甘就变做一个遗憾，只敢会当甲孝念、甲纪念。但是咱的主毋是哦，咱的主伊牺牲，但是伊阁会当得到。就是主迄个气力，将伊的牺牲换做另外一个新的生命。这才是咱的主要为着咱牺牲上重要的部分。人为着别人牺牲，是真侪人的纪念。伊的精神，互咱通钦佩。但是咱的主讲，我愿意牺牲家己的生命，要阁得到生命，因为伊赢过死神。这就是咱信靠主上重要的这个源头。因为圣经安尼讲，伊讲无人会当夺走我的生命，是我自愿牺牲的。我有权牺牲，也有权阁得回啦。讲这是我的爸的命令。所以咱读到这就发现讲，耶稣基督伊整个的牺牲，毋是一个空的目的，而是讲一个要互世间人讲，哇，世间人毋捌人做这，你敢若你做过尔？是耶稣基督伊有这个权柄，伊有上帝所予伊的权能，这个权能讲，我为着人失去，我家己要阁得到，而且也带人阁得到。我救人的命，我家己也有救，毋才有价值。我救别人，家己煞死。这是咱世间人的软弱不足啦，不足。伫战场牺牲，为着救别人，家己牺牲，这是一个真好的精神。但是咱知影，咱无法度人挽回。只有咱的主耶稣基督有权，有这个命令，因为这是老爸，就是咱的爸的命令。所以18节台语的圣经安尼讲：无人抢我的性命，是我自愿放杀，我有权放杀，嘛有权摕转来。这是我的爸对爸所受的命令。哇！这段经文咱若小小来甲读，来甲吟味，你会感觉讲，哎，这经文实在是足有价值、足有滋味的啊！你信毋是信假，毋是凊彩，毋是信一个意思白白，是你得到这个明白的确信。这个确信是咱的主耶稣基督，伊家己亲自来宣告的。大家各位兄弟姊妹，咱拢知影，现在伫全世界疫情的中间。咱想讲看会当吼，咱3-4月就会当脱离迄个苦海无想讲全世界人类拢伫苦海中，这个困难危险吼，连世界上大的强国美国都安尼目受啊！咱想讲这个代志无遐紧解决呢，17当前会 SARS， 咱台湾是活伫苦海中间。加在上帝怜悯吼。过无1-2个月因为日头一个来，讲炎热怎慢慢消失去，咱嘛袂记得讲完全拢怎无去啊？这边毋是，这边世界各国拢有啦。17当前是几国啊？若定咱台湾啦、中国啦、香港啦、新加坡有人走去加拿大一半国有若定。迄阵佫有科学家研究讲，有可能无共款认证的无共款 DNA 得袂着呢。迄阵日本甲韩国印象足深，因拢无人着，因为讲可能有迄个血液内底因为迄款免疫的基因所以迄阵日本人甲韩国人拢足快乐过日无代志。在台湾受苦甲互咱这边惊着所以17当前。咱台湾有人为着咱受苦，你敢知？有人为着咱丧失生命呢？因为安尼，所以这届咱教乖啊，这届咱袂使放凊彩啊，因为搁落去都无采当时替咱牺牲的人。今仔日咱伫这受难周，看见全世界人拢咧受苦。伫咱主耶稣看是甚物呢？这是咱爱心中去思考的事。这新冠肺炎已经全世界拢感染着啊！有真侪科学家咧研究讲即马连世界上界强的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哇！这交通愈好诶，大家愈热情的人愈紧着。
即马过来，若佫惊，就是惊去第三世界，非洲、印度即款所在，人遐尼济，医疗佫无讲介进步，搭要安怎？这是咱真正有发现讲，哎哟，世界亲像要灭亡迄种感觉，个气氛慢慢来呢。是咱台湾吼，咱使感谢上帝，咱的防卫做了足认真拍拼。互咱感觉讲迄个严重性，伫咱身躯边无感觉到，所以昨昏哦，垦丁啦、台南的安平啦、国华街啦，嘛是大家欢喜甲食甲吼，想讲都无代志啊啦，会当好啊放松一下啊啦。但是事实现在所有的专家拢咧烦恼，意大利因为当时因也无感觉遐严重。真侪人还佫伫遐咧狂欢咧闹热，遐神父失过去关心去探访，神父已经有100多位神父失去性命。咱慢慢看见新闻咧报告讲，哎呀，这出名的人吼，迄出现伫名单内底，咱讲哎哟，有的是科学家，有的是资源足好的，若讲要医因上有机会受到医好啊，毋是啦，因嘛失去性命咧。若安尼比作讲，即个病毒是都无认人的哦。病毒也无咧认，拢是高贵无高贵啊！恁兜医疗好啊，医疗无好，拢无认，入侵不认。所以咱看见，进前出现即个意大利的贝拉德利神父，互咱真感动的一个故事。因为安怎呢？因为伊染着病，染着武汉肺炎。伊知影伊年纪大，所以伊就甘愿讲宁可我的呼吸器、救命的呼吸器，让互遐较有机会活的人、少年人。所以伊自愿无挂呼吸器，伊到最后就失去生命。真侪人在感谢这位神父，这是100-200个神父中间的一个。连美国上出名的专门咧治疗胸腔，就是讲这包括肺炎的专家啦，叫做莫里，伊嘛得到，而且年纪大，伊嘛是失去生命。咱看见足侪我这代的少年，我这代的少年时代爱看的这个日本的喜剧明星，叫做怪叔叔志村健，伊染着10日就过身啊。意大利有一个出名的建筑之父，叫做格雷高地，嘛失去生命。意大利几若位市长为着要防疫，死过走状，到最后，这是其中的一个市长，切内市的市长来过身。我互咱看记者的时候表示讲，哎呀，当且咱认捌，还是无认捌，还是高阶层的人。因为安尼失去生命的时阵，你就知影讲，这个威胁虽然毋是伫咱台湾发生，但是伫咱这个世界村内底已经正在进行中。而且伊的爆发，搁伫这2礼拜内，毋知要搁加偌济。咱台湾好不容易动，一直动到迄阵嘛是搁一半个本土的发生呢。是外地转来，咱就无法度时间爱互转来，因为咱这是咱的家内的人啊，你袂使甲等在外口啊，嘛爱甲接转来。但是知影接转来，咱会当好好甲伊管理，因为咱有明确的对象，惊是惊遐毋知对倒位出来，咱无了解。总讲，遐尼几位现代的人，因为科技的发达，交通的迅速，人口的密集。这原来是咱世间人感觉上界荣耀的事啦，煞变成肺炎第一时间传遍全世界的原因。意思是啦，科技无发达，交通无遐尼紧，人口无密集啊，亲像纽约几若千人，东京几若千万人，纽约几若千万人，武汉加一个河北啊，这个都市啊，几若千万人呢？人遐济你讲要保持1公尺的距离，要哪久啊？无法度啦，坐车大家客原来是咱感觉方便的所在，煞变做上大的危险。
啊，这拢是咱人类开始咧思考，这问题是安怎？较早看作是好的事，现今看作是威胁甲危险。所以圣经诗篇13篇的诗人咧祈祷，有点仔亲像咱现在全世界人的心声啦。这段安怎写？伊讲：上主啊，你袂记得我要到第时啊？要偌久啊？要到永远是无？你黄面唔看我是要偌久啊？你敢袂是就一种伫极极的困境的中间，你甲主祈祷讲：上帝啊，你是要袂记得我什么时阵呢？是要永远是无？你黄面唔看我是要偌久啊？我忍受苦痛，规日心忧伤，到偌久啊？我的对敌高声赢过我，要到偌久啊？这对敌有可能是军队国家的对敌，嘛是人看袂到的武汉肺炎。上主，我的上帝啊，求你看顾我，答应我，互我的目睭金金，才免我困到死去，才免我会对敌讲我较赢伊。才免我的敌人伫我失败时欢喜。伊咧甲上帝哀求讲吼，毋通互迄歹人互对敌伤唱手就对啦。哎呀，上帝啊，你毋着赶紧来顾诶！我实在是特别无命，迄种祈祷。第五节讲，毋过我靠你的慈爱，虽然有种心情啊咧透心情就对啦，总是伊有缘对上帝有我靠哦。讲毋过我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为你的拯救快乐。我要用手歌称赞上主，因为伊用丰盛的恩典对待我。像这位人要安怎伫迄个困境中间对上帝无失去信心？这是咱基督徒上大一个信仰的条件呢。啊，所以咱若整理起来，诗篇13篇诗人求助的祈祷，第一是讲上主啊，你要袂记我到第时啊？好像你甲上帝讲，毋通袂记我啦，毋通放杀我迄种意思啦。第二是讲，我会当忍受偌久的苦痛甲悲愁啊，袂堪的啊，袂堪啊，挡袂牢啊，亲像世界的人类的呼声共款。第三是讲，求上帝看顾我，恢复我的气力，免致死亡。第四，我要倚靠上帝不变的疼，得拯救的快乐，要因为上主施恩来好款待我，来唱歌。第四项，人对上帝一种的哀求，然后求主互我有气力，免致死亡；互我倚靠主有得救，我变做唱歌。原来是哀求哦，原来是安尼心情足艰苦的要因为主来快乐唱歌。这是基督徒所经历过迄个信仰的历程就对啦。最后，咱要三甲来想，咱的主耶稣伊为咱做模样。伊是行受苦甲救赎的路，一项成功，一项得胜，毋是讲白白得来。咱主耶稣是用着相当的代价，为着咱行上各他的道路。所以你若要了解是安那耶稣为咱受苦，请你会记得即礼拜中间通过即个灵修受难者的灵修的资料，好来读耶稣伊受苦的过程。很是袂，足侪评论拢咧讲起。这个武汉肺炎吼，一定是改变全世界历史啊！有人已经该称作这是第三次的世界大战，对敌毋是多一国协约国、同盟国，咱共同的对敌就是这个看袂到的肺炎啊！所以有人在做这款的评论啦，世界这个权力吼。世界性的各国的权力的架构要改变啦。其实已经有一寡国家咧提醒讲，咱这个肺炎若过吼，整个世界的迄个局势爱搁定改，要招一寡新的同盟的国家。咱台湾嘛是一个足特殊的角色呢。原来是互人看无起的孤儿，甲你等伫边啊，无人要插你，因为咱无人要顾，孤儿无人要顾，家己来顾。顾一个，互人看到目睭金国，哎呀，你是安怎顾会到？所以说换人咧注重咱，换人咧看重咱啊。咱原来是这个上有可能上害上惨的，所以变做互人看出讲，哎呀，恁台湾人实在是无简单的。即马话世间人咧看咱的，金看咱台湾安怎表现，讲咱是一个防疫的教科书，咱是上好
的标准。这敢是一个足奇妙的事呢？是受害中台湾人所受到尊敬呢？第二，科技、经济、医疗、交通这个模式会受改变。较早啦，大家是讲啊，飞机坐来坐去，世界飘来飘去吼。即马来无通遐好康啊！规个产业拢完全来受改变。城市较早是大家小济客哦，客愈济愈好，几千万人。啊，交通吼，设施做甲遐尼优咯，迄个地下、空中啊，踅来踅去。你若去东京，你就知影讲，迄个捷运啦，迄种汽车啦，有通过大楼呢。因为吼无位通起啊，啊所大楼起在顶悬，啊然后迄个车站起伫大楼下骹，哇，看起来敢互你感觉足懊恼吼，足新鲜呢。即嘛这拢是危险。因为吼袂使客足客，有可能慢慢有寡人爱刷去郊区，啊，这拢是全世界拄到这个肺炎拄着啊。较早是要用科技来改变世界、改变气候，即嘛毋是上帝甲你打回原形，人无啥物通搞，你必须爱重新来。所以有人咧发现讲，奇怪，有一寡研究高文明的遐个专家讲。好像有几千万年前哦，世界发生什么足先进的文明，咱是讲汉古。那听起来感觉有可能的，因为吼，这代人拢无去啊，拢唔知影过去的历史甲故事啊。啊，是毋是几万年前发生迄款文明迄个科技，咱唔知呢？咱若发现这边，但世间人吼来当多闪过。咱就知影讲，哎呀，这款的威胁毋是无影啊，所以这种种的改变，互咱家己有一个反省吼。兄弟姊妹，彼得前书2章29、20、50讲，为了这个，上帝呼召恁，因为基督嘛有为着恁受苦，留模样互恁，要互恁对伊的脚步，伊无犯罪，伊的喙嘛无诡诈，受累咩？无袂倒转，受虐待嘛无甲人威胁，只有将家己交托互迄位公义的审判者。基督伫十字架顶亲身担当咱的罪，互咱用罪死，用义来活。对伊的受伤，咱得到医治。这是彼得后来用伊家己的体会。你来看这段经文，实在是甲什么？甲这个拄则咱读的这个以赛亚书53章一个对应啊。伊讲，恁前亲像羊迷路，现在已经转来归伫恁灵魂的牧者甲监督者。兄弟姊妹，最后咱要思考，伫这受难周有啥物通值得学习的？基督徒受调的目的到底为着什么？今仔日咱伫这个武汉肺炎这个威胁的中间，你是基督徒，甲一般的人共款，拢有受感染的可能性啊，拢有受害的可能性。但是咱加一站目的，因为圣经彼得前书甲咱讲，恁蒙召是为着这个，因为基督也为着恁受苦，但恁留模样，叫恁都爱对伊的脚脚来行。这是咱看见现代这个世界的受苦的中间，基督徒加一份责任就对了。咱有分通甲这所有的专家做伙防疫，但是基督徒爱加一份责任。所以教会伫疫病中间存在的意义，咱有这几项甲咱三个学习。第一，咱爱学习甲世间人担当这个苦难。哥林多前书12章260讲，一个机体受苦，其他的机体就做伙受苦；一个机体得到阳光，其他的机体就做伙欢喜。有的是讲肢体啦，吼，啊，因为迄个肢体有时听无啥清楚啦，吼，啊，所以咱照迄个偏音叫做肢体。啊，他这个话意思是讲，世间足侪人受苦，美国人受苦，甲咱什么关系？那是基督徒来讲，有人受苦，咱就甲因做伙受苦的意思。啊，所以咱看见进前新闻报道讲，美国的纽约州的州长，真的是一个州内底吼感染上济啦。啊，所以这古莫煞变做一个新闻人物。伊讲一句话讲，请恁来纽约帮长官，好像马其顿的呼声啦。
讲请恁过来马其顿帮诊院，啊，这古某啊学一句，讲请恁过来纽约帮诊院，啊，这是古某吼，这个酋长真正有影哦，有接召退休的医护人员，大家欢喜接受呼召。我本来都用先生啊，我都会闪尽量闪啊，竟然有一日内底有千外人报名，要倒转去纽约，为着要到做伙救遐个无医疗人员受感染的人。啊，这就是出自一个基督徒的精神，因为一体受苦，大家同受苦。啊，这是新闻报出来，这个人坐飞机要倒转去纽约，要帮助这医疗人员。其中一个85岁的老医生，伊讲因需要我就倒转来。每一个医生拢捌宣誓过，若是担心去感染着，我就唔通选择做一个医生。伊签志愿书讲，若我染着病，就放弃治疗，将呼吸器来留予少年人。这85岁老医生，伊安尼宣告，安尼等于是讲，若去会死也好啊。啊，这就是咧学耶稣的脚步嘛。耶稣伊明明知影，高他的路会死啊，但是伊愿意安尼做。基督徒的精神是安尼呢，毋是看到危险就躲闪呢。第四是积极的疼心甲为助的行动。马太福音26章40节讲，王话安尼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有安尼对待我兄弟姊妹上美势一个，就是好款待我。咱看新闻的报道啦吼。对3月24日开始，德国的联邦的州开始收治对足严重的法国甲意大利遐肺炎的患者。照讲，大家人拢咧各自无用啊，毋过德国伊竟然有迄个度量讲，我了个会砍切来，恁法国有破病有严重的，我吹飞机甲你接来阮遮治疗。咱常听一句话讲，大难来时各自飞，对不对？啊，讲各扫门前雪啊。不过世间有一款人呢，因欢喜，伫因我都人控制下面欢喜，伸出援手。我一个足震撼的，就是讲，意大利发生上严重的时阵吼，一间礼拜堂拢读观察。咱的确有个人会想讲，哎哟，礼拜堂遐神圣的所在，哪咧采观察啊？哎，就是咱信仰的眼界，信仰的眼界。咱知92大地震的时阵吼，咱长老教会一间伫中寮南投中寮这间礼拜堂，原来是无啥人咧礼拜，啊，一个发生大地震，哇，尸体一大堆，到尾礼拜堂开放，互人甲尸体放入来遐藏，啊，无位通好藏。若是信仰较底浅的人讲，哎哟，甲上帝的礼拜堂污染去啊！眼前看好像就是安尼啦，但是若对主耶稣来看，毋是安尼。耶稣来就是要互人得到安慰，敢毋是？礼拜堂就是要带来安慰，互遐受苦的人得到平安，敢毋是？啊，这是信仰的赞助，信仰的赞助。啊，所以意大利的神父为着伫礼拜堂来遐棺木，因天主教的野圣水、救圣水啦，好亲像讲上帝啊，这受苦牺牲的人，求主来拯救因。啊，这就是信仰一个更较高超关心的所在。咱毋茫无拄着，但是咱迄种信仰的理解，咱嘛看见讲，咱台湾实在是最近安尼出一口气就对啦。我来讲。台湾 can help， 即话比如讲，台湾 is helping， 意思是咱的蔡英文政府宣布讲4月初将捐赠1000万片即个喙安吼，来互全世界严重疫情的国家。咱慢慢稳定落来，咱口罩制造吼，愈来愈济啊，有够啊吼，开始会当帮助别人呢，咱嘛感觉讲足有意义，敢毋是？啊！现代咱的台南的现代病院吼，因用视讯呢，赶紧全印度9000几个医生，甲因教讲，你要安，甲因教讲，你安怎封闭，啊，才会家己有安全，啊，可以当救别人。啊，
这种是咱感觉会当伸出帮咱的手上重要的事。这是咱台湾一个宣传的影片，迄一个相片啦吼，讲台湾会当帮咱安尼。佫强是咱公共壮大，靠主德性。意思是咱拄着患难的时阵，咱爱对主来得到胜利，得到勇敢。箴言24章10讲，伫患难的日适当，气力就减少。所以咱真欢喜看到，伫即个气焰真严苛的中间，咱还佫有遮尔侪兄弟来组织伫遮。我心内有一个感受就是讲，你的确是心真平安，你才会来。第二，你感觉讲我无去黑白接触人，我会当家己应该是安全，我嘛袂将皮棍倒互别人。所以会当来到遮是足稳定、足福气，因为咱有真侪兄弟伊做医疗人员，伊接触车所人，伊要哪去暗算讲我会去接触到什么人，所以伊无方便来。所以咱是一定稳定的人呢，福气的人呢。但是咱拄到即个危险的时阵，咱像即只圣经在讲的讲，毋通适当，你若适当，气力就减少。所以咱愿意参与伫防疫，牺牲自由啦。所以咱最近咧宣布讲，你毋通尽量莫甲人接触，毋通去暂停去扫网，莫去迄个肋骨塔扫网，也是减少去公共场所。你毋通一个讲无方便，就怨天怨地，嫌这嫌迄，有时情绪歹起来，搁要骂遐防疫的人员，咱爱会晓去通忍耐啦。因为公共壮大，咱爱靠主来得胜。最后是咱爱坚固信徒，传永望的福音。罗马书15章13节讲，愿属永望的上帝，因为恁对伊的信心，互恁充满逐款的欢喜甲平安，佮互恁对圣神的开力来充满着永望。有影，伫这危机危险的中间，鼓励咱爱传永望的福音。咱伫主内面无失去永望。最后，咱愿意祝福咱在座每一兄弟姊妹，你欢喜跟对耶稣的脚步，你为主做工，为主坚强，为主徛在，毋是空空。所以这段经文，咱真侪人爱读讲，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着徛在，毋通摇动，着常常尽力为主做工，因为在恁为主着活做工的，一定袂落空。为主着活一定袂落空。愿主帮助咱，伫这个危机的时刻，也是咱见证上帝的时刻。危机的时刻，更加是咱坚固信徒的时刻。